我今仔日要讲一件足恐怖的代志。啥物最恐怖的代志？有一届我暗时骑车的时阵，导航带我去一条足黑阁无人的路。暗时徛伫暗暝蒙的路，真正是不哩啊恐怖啦！我愈骑愈惊，愈骑愈惊，雄雄出来一个人头。咦！等你打动创啊，唔紧走！一个10箍。 10箍顶悬的人头，你是倒位咧恐怖啦？然后我阁继续骑，好佳在骑出来啊，出现伫我面头前一堆木牌。啥啦？你骑去甲蒙啊步？迄木牌，佫会发光。敢讲是传闻中的鬼啊火？毋过我足好奇的，我着去看迄木牌顶面的字。等，你伤大胆吧？正常人都是紧走啊！迄个木牌写讲，莫甲顶悬的字念出来啦！臭豆腐、盐酥鸡、煎蚵仔、蚵仔煎。牙齿哦，你讲肥法我是牙齿哦。你毋知哦，亲像婚姻是爱情的蒙阿波，牙齿是健康的蒙阿波。你是智慧的蒙阿波啦！这是倒位咧恐怖啦！恐怖还袂讲着啊！我阁继续骑，我哪骑袂出去。你真正去拄着鬼洞标？我哪骑到臭豆腐迄搭买一包食了，搁骑转去买一包食了，搁骑转去。你就是爱食臭豆腐尔。